我告诉你，态度给我放老实点。你再这么恶劣，我就报警，让警察把你带走，你信不信？放开他！我不准你伤害他！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你冷静点。小鱼，你别过来！小鱼，你别这样，你也不想这样的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变得跟陈天一样，控制不住自己去伤害别人。从此以后，就会变成一只怪物。你跟陈天不一样，你是我见过最善良、最单纯的女孩。我不会看着你变成那样的。可是凌空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，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总有一天我会伤害他。小鱼，你别乱想了。对，龙珠，只要你回到海底世界，就不会再发作了。我回不去了。你的项链呢？我已经把它给了更需要的人。我想留下来，陪在凌空身边，直到必须离开的那一天。你把项链给陈天了？他已经快不行了。小鱼，为什么你连自己回家的机会也要放弃呢？你走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小鱼，其实在我面前，你不用这样的。我不需要，你走啊！你难道还想看着我继续在发作吗？再见了，凌晨。
你知道吗？我突然非常羡慕你现在的样子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要闭上眼睛，静静地躺在这里，外面的事情就都和你无关。时间就好像停留在那里，什么都没有变。你看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不喜欢也要说喜欢，因为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我不能再来看你，也不能替你浇水，所以只能送给你这个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等到你醒来的那天了。放开他！我不许你伤害他！小鱼，不会的，他怎么可能变成怪物？别瞎想，别瞎想。对不起，我的存在让你那么痛苦。等我离开，你的生活就会恢复原状。林空，不好了！今天小鱼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，还留下了一封信，说再也不回来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！再来一次，来。怎么回事啊？都怪你，是你把小鱼赶走的。昨天晚上，就是在这里，小鱼跟我说，他在你眼里就是个怪物。我当时确实被吓傻了，但是我没有把他当成怪物。如果小鱼因为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凭什么管我跟小鱼的事？请你摆清你自己的位置。就算我不是林家的亲生儿子，你也别想骑我头上！打呀！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？从小到大，不管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会让给你。不是爸爸让我这么做的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因为在我心里，你是我兄弟。为了你，小鱼放弃了回家的机会。他把龙珠给陈天了。什么？无论是在爱情里，还是亲情里，你永远扮演着索取者的角色。你为他付出过什么吗？龙门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
人鱼世界，我回来了！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为了回家费尽心思，手上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，现在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陈天，你还回得到当年那个陈天吗？你还配回到那个天真无邪、没有欺骗的人鱼世界吗？啊？可是，就算回去了，没有小鱼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昨天我们在小鱼经常去的地方找了一遍，今天必须扩大搜索范围。找到了吗？凌空，你可来了！我们怎么都找不到小鱼。你来了，哥。你和小鱼的关系最密切了，你一定知道小鱼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小鱼这一次是故意离开的，他肯定会选一个我们都找不到的地方。陈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小鱼在哪里。你确定这里能找到小鱼？这里是小鱼上岸的地方，也会是他离开的地方。小鱼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出现在你面前的。对不起，我收回我之前的话。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。原谅我。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可以继续留在你身边了。以后不管是谁，都不可以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。帮我把这个交给小鱼。这是小鱼的情况，大概你也都了解了。他必须尽快返回海底。我回不去了。他还有多少时间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不想让他变成第二个我。你要去哪儿？我？你就不想再看他一眼吗？他一直都在我的心里。让我期待每个明天，也珍惜当下今天。你温柔如初见，从此幸福我看得见。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，
点，将我们连成一条线，与你温柔如初见，从此为你不再改变。从第一面见你的笑颜，就注定和你将前世兑现。我很抱歉，你是个好孩子。现在我能补偿你的也只有这么多，希望你的家人能用这笔钱把你治好，也算是让我的良心稍微好过一点。保重。时即时终，我从这里开始，也在这里结束。海水无法冲刷我的罪孽，但幸好有一个人的出现，拯救了我的灵魂。谢谢你，小鱼。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情。小鱼，有病了！大夫，病人醒了。原来这不是梦。小鱼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小鱼，陈教练呢？你问他做什么？这是陈教练在我昏迷时留下来的。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控制不了他自己。你当时说，陆地上的世界比海底世界复杂得多。要在这个世界活着，我们必须变得越来越复杂，甚至越来越不像自己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不适合这个世界。当初的你，也像水一样善良、纯净，完全没有料想人类世界会有什么危险。
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小鱼，小鱼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我之间不应该再有秘密了。那如果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呢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再把你变回来啊！我很害怕，我会变得跟陈天一样，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不会的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很善良，你很单纯。陈天当初也是那个样子，他最后还是……小鱼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。彻底丢掉了睡眠，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戒不掉成瘾的思念。龙门的定位和开启时间，还好，小鱼有救了。哥，我找到办法救小鱼了。什么办法？腾空之约是爸爸筹办的，所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内。决赛时候的地点就是龙门开启的地方。小鱼只要回到海底世界，他就有救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小鱼。哥，你真的要让他走吗？如果能让小鱼活着，我愿意等他一辈子。小鱼，小鱼。包怎么会在这儿？哥，小鱼不会有危险吧？去附近找找。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！啊！愣着干嘛？追！啊！一定是带小鱼去密室了，一定就是那儿。追，走。这是哪儿啊？于露，没错，她就是我的妻子于露。20年了，她还是一样美丽，就像我当初遇到她的时候一样。
他不是死了吗？他不会死，我不会让他死。我用最先进的冷冻技术把它封存起来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找到他丢失的龙珠，带他重返海底世界。所以，你才会和陈天合作。腾空之约只是个幌子。人鱼都小心翼翼地活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，我要通过一种方法，确保能找到他们，又不会被发现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跳水。人鱼天赋的腾空能力，让他们比人类更擅长极限跳水。但是过了这么多年，在腾空之约的选手里面，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带着龙珠的人鱼。就在雨露时间不多的时候，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从一开始，你就知道我是人鱼。你把我从精神病院救出来，收留我，都只是为了利用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龙珠，我可以给你。为了龙珠，我需要这样费尽心机吗？龙门开启的日子即将到了，玉露的身体已经无法再腾空了，只有人鱼同族的血才能让它重获能量。你想要我的血？你不是说要报答我的收留之恩吗？现在就是你报答的时候。不可以！我早就知道你会贪恋这个世界。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想让凌空知道，杀死我的人是自己的父亲。我不是他的父亲，我只有凌晨一个儿子。凌空，他只是我收养的，用来保护凌晨身份的一个挡箭牌。可是，在他心里，你永远是他的父亲。他执意要参加腾空之约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更不是为了我，而是因为你曾经也是一个跳水运动员。他做了这么多，只是想获得你的认可。我不配做他的父亲。那凌晨呢？从小到大，他一直活在自己是领养的自卑里。现在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亲，难道你真的忍心让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变成一个杀人犯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就是因为你的出现，他们俩才反目成仇。没错，我的存在就是不停地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添麻烦。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你动手吧，但请把现场处理得干净一点，不要暴露自己，不要让他们再受到伤害了。你不要以为你装出一副牺牲自我的样子，我就会收手。我是认真的。就算他们失去了父亲，但还好，我可以用我的命换回他们的母亲。住手！你不要过来！小月，我来救你。爸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妈，你们不用惊讶，我知道，你们俩都很在乎小鱼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于露，她才是最重要的，她不能死。爸，如果你非要用别人的死来换取一个人生的话，我愿意为我爱的人去死。凌空，爸，我是您和妈妈的亲生儿子，我的身上有一半的人鱼血统，我的血更有价值。要杀就杀我吧。凌晨，你20年都没跟我争过，现在争什么？反正我是养子，你就杀我吧。胡说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是凌家的儿子。都别吵了，让我来。反正我也快死了，我只是一个人鱼世界的平民，用我的血来换女王的命，我心甘情愿。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爸，爸，玉露，妈妈，知轩，知轩，人鱼的爱情注定是被诅咒的。我知道你为了冲破这个诅咒，付出了太多。其实传说中的龙珠只是帮人鱼寻找真爱的，就像当年我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找到了你。小鱼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凌空。现在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但是我毫无遗憾，因为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认识了你，认识了爱。我的好儿子，真高兴能看到你长大的样子，千万不要记恨你爸爸。他是爱你的。小心点，看我的，这个结实。我这个好，太矮了，这个给你这个，放这儿。好。不要！再来，看我出一个洞。看美人鱼。这世界上哪有美人鱼啊？别跑！等等我！
我叫林志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……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喂，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对不起，我在找我丢的东西，可能我找错人了。我叫林志轩，我可以知道你叫什么吗？我是人鱼国的女王，我叫鱼露。人鱼，你真幽默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可是为了救你才遗失了龙珠，你要对我负责一辈子。好。我知道，如果说你一旦找到龙珠，你就会回到那个世界，当女王。但是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等你一辈子。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也愿意留在人间，和你相处一生一世。龙珠遗失后，作为龙珠启动的项链也一直没有反应，我再也无法变回当年的人鱼女王。凌晨，叫爸爸。传说，一直留在岸上的人鱼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模样。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。凌晨，我是爸爸。多可爱！
倘若永远都无法回去，我多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，和志轩以及我们的儿子在一起。哪怕现在死去，我也是觉得幸福的。不要找我，希望留在你的记忆中的是我最美的样子。凌晨不哭了啊，不要担心，爸爸一定会找到妈妈的。啊，不哭啊。你为什么要走？你还是不要找我了。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你放开！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放开我！人鱼的爱情注定要受到诅咒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那不过是个传说而已。我正在一点一点变成一个嗜血的怪物，总有一天我会控制不了我自己。为了你和儿子，我必须离开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。让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战胜困难，好吗？你不用担心，你只是暂时睡一会儿。等我找到龙珠，我就带你回到你的世界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家三口继续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，好吗？老板，您交代我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好了。那是一个我从乡下领养回来的孤儿，对外就宣称是您的亲生儿子。您和夫人的儿子凌晨就成为您的养子了，这样凌晨就会更安全。老板，您看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呢？就叫凌空吧。哦，凌空。好，那老板我先走了。给我，不给！给我，不给！给我，不给！快点给我！我不想给你！快点给我！不给！给我！不给！给我！我不给！怎么就顾着玩了？爸爸昨天让你们背的文章都背好了吗？背好了。凌晨，你背一遍给爸爸听。半浮生萧雪色寒，
鲛人相赠比栏杆，华清玉罢恩波媚，南浦伤时永语斑。很好，凌晨，你知道鲛人是什么意思吗？鲛人又名泉客，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一种动物，是传说中的美人鱼。好，爸爸，我还没有背呢。老板，你看这个。下回吧，爸爸赶时间。给你玩。哥哥，谢谢你，带我来海边看落日。别人都说我不是林家亲生的，但是你对我就像亲哥哥一样好。傻小子，以后别说这样的傻话。我们是好兄弟，一辈子的好兄弟。一辈子的好兄弟。开心点儿。哎，大家开心点儿，笑一笑啊，开心点儿。来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往你爸身上靠一靠。过来呀，干嘛呢？好，咱们来了啊。你们的妈妈终于回家了。爸，您要保重身体，还有我和凌空陪着您。你们都是我的好儿子。小鱼，你有权利不原谅我，这是我应得的。不，我虽然很不认同你的做法，但是我理解你对女王的一片真心。雨露已经走了，你们可以帮我完成她最后的心愿吗？什么心愿？腾空之约为寻找龙珠不假，但我当初筹办这个比赛的时候，想法很简单，只是为了帮于露完成她腾空的心愿。爱一个人就希望他幸福，只要他能活着，就算海天永隔，我的人生也才有意义。您的意思是让我来完成腾空之约？腾空之约因人鱼而存在，我也希望仍旧由人鱼来结束。凌空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我不配做你的父亲。我知道你很舍不得小鱼，但是你要记得我这个教训，千万不要重复当年我来不及救我所爱的人所留下的遗憾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小鱼是不是就可以安全的回去了？我也会去投案自首，弥补我这些年的过错。不要胡思乱想，
我根本就不配留在英兰，更不配参加腾空之约。他们说的没有错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会像陈天一样，变成一只怪物，对你对大家都是危险。我不许你胡说！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你也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，我们都亲眼看到了，不是吗？我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，去伤害别人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，别人又凭什么相信我？那我就尽快送你回去。只要你回去了，你就可以恢复正常了。龙门已经被警方控制住，我回不去了。我会想办法。难道你想像陈天那样，慢慢的死去吗？可是我不想离开。分开只是暂时的，只要你活着，有龙珠，有龙门，龙门开启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再相见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龙珠根本就不属于我，它是属于像鱼露那样的王族，而我只是人鱼世界的一个平民。一旦回去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所以，不要让我离开，好吗？可是我不想看着你死。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好吗？好。我想，在我死之前，把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因为我想把他们深深地刻在脑海里。这样，等我到了天堂，还是会想起他们，想起你。你开心吗？开心。还记得这段舞蹈吗？记得。还记得我们在这里做默契训练吗？
腾空之约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开启龙门，你就可以回去过正常的生活。你们，英兰跳水队助理队医凌晨，在于小鱼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英兰跳水队赵亮在于小鱼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凭借着优异的比赛成绩入选国家跳水队。这么厉害！赵亮，你以前不是挺朴实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跟凌空一样嘚瑟了？英兰跳水队荣仔，在于小鱼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积极调养身体，已经可以继续跳水了。太好了！英兰跳水队唐少在于小鱼不在的这段时间内，跳水没什么进步。啊？但是她交了个男朋友。哇！男朋友？对方是萧天琪。英兰跳水队林志雅也收到了哥伦比亚的录取通知书，我要和凌晨一起去留学了。腾空之约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们大家的梦想，所以你不是为了你一个人去比赛，而是为了我们。小鱼，加油！加油！你的消失不会让大家的生活恢复平静，而是让每一个人的梦想都缺了一块，你懂吗？我决定了，一定会完成和大家的腾空之约。这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可以安安静静的生活，直到你控制不了的那天就离我而去吗？你这不是安静的生活，你这是等死啊！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送我离开吗？在想我吗？自作多情。明天就要比赛了，紧张吗？我这么强，怎么可能会紧张？是谁第一次比赛的时候一直上厕所啊？喂，怎么老记得我丢人的事情啊？来，我还记得好多关于你的事情。第一次见你微笑，第一次见你害羞，第一次见你伤心，第一次见你流泪。这些事情，我都会用心记住，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咀嚼、回味。
明天就是完成约定的时间了。想想也是可笑，当初制定腾空之约这个计划，是为了让你帮我追求智雅，结果却把你这小傻子追到手了。那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对啊，后悔了。我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你。如果给我机会，重新选择一次的话，我会选择早点爱上你，不让你伤心，不让你难过，永远和你在一起，用我最大的努力保护你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决赛场地只有选手才可以进，你们也没有办法送了。我们一定会在电视上看你们直播的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掉链子啊！回去吧，我们会把最精彩的比赛呈现给你们。小月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走了。你们俩一路小心，照顾好小鱼。放心吧，爸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再见。走吧。小月，别跑太远了，会赶不上腾空之约决赛时间的。只有我们2个选手参加决赛，他们会等我们的。这么重要的比赛，如果他们不等呢？我知道，你只是害怕错过龙门开启的时间。小鱼，小鱼，别闹了，再这样下去真的来不及了。我决定了，就算死，我也不要和你分开。可是你为什么总是非要让我离开呢？我知道你愿意为了我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但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你已经为我做了太多事情了，这一次，也让我为你做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喂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都是他在捉弄我。为什么要让我来到人类世界寻找真爱？那为什么又要让我们分开呢？我们的心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可是我只要一旦跨过龙门，我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所以你就希望爱你的人悲伤地看着你死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了我们2个活下去？可是，
在没有你的世界里活着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既然你不想回去，那龙珠留着也就没有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小的时候，爸爸总是不让我们去海边，但大海是藏不住的，无论你怎样躲避，他都会用各种方式引领你来到他面前。我是在海里长大的，可是现在我却觉得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。好像每天回家都能陪在你身边，把你搂在怀里。放心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时间到了，你还没准备好吗？不用怕，如果你害怕掉到海里被浪冲走，我会去救你的。准备好了吗？以为自己不会轻易坠入深渊，好像时空的人们总说，鱼有7秒的记忆，爱情也有保质期。直到遇到你，我那颗躁动不安的心被你一吻封缄。好像时空的眼彻底丢掉了水面，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戒不掉成瘾的思念。是啊，我曾笃定，爱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告白，风风雨雨的厮守。你却用陪伴与耐心教会我，爱不是绝对占有，而是默默守候。以为理性可以操作感觉，以为感情都是差不多的情节，直到失去你时才发觉，原来爱也可以是沉默无声的注视，长长漫漫的等待。爱并不是自私的相守，你好好活着才是我想要的。人类世界和人鱼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不管我们相隔多远，我会永远在这里等你。你离开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来到这片海，可蓝色从没给过我想要的答案。自从我们相遇的第一个夜晚开始，我便一直在这里。